今仔伫咧宜兰县的部分路口，有个过路车红灯会对咧震动的小车人，佫会晓唱歌要来提醒交通安全。不过，都有未少的民众咧批评，发音根本就无标准，听袂清。县政府嘛表示，会继续来收集民众意见，继续检讨。 路口车顶唱唔通，甲提醒民众酒后莫开车，避路莫上路。宜兰县政府伫宜兰市甲罗东镇的重要路口设会唱歌的车红灯，播送交通安全宣导主题曲，提醒过路人注意路口安全，也毋过说互民众积极。咬字不是很注意，就是听音乐很好听而已。我觉得不是很清楚对，因为我像大家这样走过去，其实没有在注意听。 对这摆版本，大部分人表示内容听不清楚，感觉宣导成效无好。这措施自防治去年就开始，县府录制过3种版本的宣导歌曲，过去都捌发生，民众对歌声成过时有怨言。实际行过路口，若详细听，也是能听清楚，音量是无问题。不过如何互民众满意，也真多难题。 我们也期间呢也尝试了3种的版本，那针对咬字以及音量的部分呢，也在持续做加强。县政府表示，对家己甲音量会收集民众意见了后，继续做加强，未来透过更加多元的方式，向民众进行交通宣导，达到降低事故发生率的目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